大家好，自駕遊3年呢，我已經完結咗啦。咁變咗呢，我同大家都一樣呢，就過翻一啲呢中山同香港嘅普通嘅生活。咁變咗將來呢，我都可以好似以前咁呢，分享一啲中山呢有用嘅資訊俾大家。咁啊，希望大家中意啦嚇。咁而家見到呢個唔係 AI 嚟嘅，真人嚟嘅。咁 AI 將來先啦，等大家習慣 AI 世界先啦。我都係用翻真人呢，雖然唔係咁好睇，但係都用住先啦。唔係感覺可能大家會覺得好怪嚇，用翻我真人去分享一啲中山嘅資訊啦嚇。咁中山亦都呢，我會同以前唔同呢。我以前係由中山嘅沙溪做出發嘅。咁啊，2026年開始呢，就由中山嘅港口出發去分享中山或者中國或者所有嘅一切嘅生活。咁啊，一個新嘅起點，新嘅開始嚇。OK，咁啊，今集先同大家分享呢一個好快亦都好平嘅方法咧，由中山返香港或者香港返中山，32蚊就可以㗎啦嚇。咁個方法就係咩嘢呢？其實好簡單，就係都係洋洋巴士，但係就唔係喺江夏北嗰度落車，而係第一個站落車叫做寶安站。因為之前我都蠢咗啊，由江夏北嗰度落車。變咗咧，其實係浪費時間，因為當巴士咧一入深圳咧，佢就兜來兜去咧，同埋塞車咧，咁令到呢度係好花時間嘅。咁但係近來咧，其實我發現咧，由第一個站落車，寶安站落車，然之後坐地鐵4蚊去呢個深圳灣口岸過關，咁係呢個係最快最好嘅方法嚇，一流啊！如果由寶安站就咁寶安站去江夏北咧，其實已經用咗50分鐘㗎啦，所以你唔好浪費時間，好似我以前咁蠢啊！江夏北落車係由寶安站落車，咁因為深中通道一出呢，第一個站就係寶安站，所以好快㗎，呢個係好快嘅方法嚇。而寶安站去深圳灣地鐵後呢，亦都係好快㗎，所以呢個係一個又快又平最佳嘅方法。中山博覽站其實未必近大家，咁變咗呢。中山博覽站係18蚊係好平，但係唔近大家嘛，變咗你由呢度去到中山博覽站呢，呢度係一個困難。但係相反唔係喎，洋洋巴士呢係會兜來兜去呢，去到你哋中山住嘅地方喎，好多個站都近你哋住喎。咁所以其實呢個我相信所有住喺中山嘅朋友呢，都係一個好方便嘅選擇，有一個快嘅選擇咯嚇。咁我不妨跟住就去片講下呢個寶安站個環境係點樣呢？上落客嘅環境點樣呢？我又介紹多一個方法，係平靚正返中山同深圳之間嘅，就係我對面呢個寶安站嘅 C 出口啊！我點解一路行一路講呢？因為前面呢，我而家都係第一次嚟嚇，咁我離遠呢已經見到呢係有嘢食嘅，係有嘢食嘅，咁變咗嚇等車嗰陣時，咁啊喺度食下嘢咯嚇，咁啊唔錯嘅選擇，咁啊大家不妨研究下啦，呢個寶安站啊 C 出口。咁啊頭先我講啦，我自己自駕遊3年，雖然已經完結咗嚇，主要原因係因為我即係父母年紀大啦，即係我唔可以好似以前咁咧，哇成個月揸架車咁周圍玩周圍生活，咁啊唔得啦嚇。咁而家都要每個禮拜咧都要返香港去睇下佢哋啊，探下佢哋啊咁樣咯嚇。咁變咗就冇咗啲自駕遊長期嘅生活，但係廣東省嘅自駕遊、短線嘅自駕遊呢，我依然係有嘅嚇。咁好似近來我同朋友喺中山一啲嘅自駕遊嘅生活咁不妨又分享俾大家睇下係點樣啦嚇。好啦，呢度叫羅網啊！我入到嗰啲濕地嗰啲郊外，食呢一餐活雞。有機菜，呢度係羅網啊，中山啊都係啊，咁咧今日同啲朋友咧就嚟野餐。我撥問東家到啦嘅。哦，啱啱劏個雞就咁嘅樣噶啦，犀利。係咪真係唔係你啲肥料啊？當然我都算係冇肥料，你冇咁多肥料先。日日屙啦，翻家半夜都去屙咯。係咪好得意啊？其實你睇翻我自駕又好，頭先啱條片又好，
新鮮嘅食材，冇農藥，新鮮係啱啱自己養嗰啲雞啊，或者各方面咧嗰啲食物咧，喺中國嚟講咧係最正。初如果即係喺中國生活嘅朋友咧，都會好驚訝，哇！好平啊，好正啊！但係當你喺中國生活咗一段時間咧，你就會慢慢了解到嗰啲食材啊、水啊、各方面嘅嘢咧，慢慢會了解咗咧，咁你就會開始好似我咁咧，會嘗試咧追求一啲咧真係好有機啊、冇農藥、好新鮮嘅肉類。至於我而家身處呢個位置呢，其實係澳門嘅一間酒店嚟嘅。我而家亦都好多時呢，由中山呢，又係搭洋洋巴士就去珠海拱北過關。呢個一定係洋洋最好噶啦，最快噶啦，而家最平噶啦嚇。咁耐唔耐都嚟澳門咯。因為10幾年前我真係經常嚟澳門，10幾年後我又翻嚟澳門。咁亦都睇到近嚟澳門嘅變化，例如樓價。真係跌咗好多啦旅行啊、旅客啊各方面啊，個變化亦都同之前係唔同咗尤其是我而家身處呢個呢係一個嘅住宅區係真係澳門人住宅區，同嗰啲旅遊區呢係有段距離嘅。咁變咗將來有興趣呢，我又分享下澳門嘅一啲嘅資訊啦因為其實大家未必知道㗎，變化係好快，世界變化都好快無論香港、中國、澳門，全世界變化都好快。咁我相信其實好多資訊呢，大家都可以有參考嘅價值嘅。好啦，我前方位置呢叫沙梨頭街市咁呢度呢已經係離開旅遊區呢一段距離㗎啦而呢度呢係好多即係澳門人居住嘅地方，變咗呢度會更加了解到呢澳門嘅真實生活啦，各方面嘅嘢包括呢啲樓價澳門2025年今時今日呢個樓價唐樓100萬以下都有啦我唔知香港點解可以仲咁高真係咁亦都有好多嘢呢澳門嘅資訊呢，其實將來有機會同大家可以慢慢分享咁其實幾得意嘅，我係2009年呢經常嚟澳門。15年之後翻嚟，經常翻返澳門，咁亦都係一個新舊嘅資訊分享呢，其實一個幾得意嘅。將來有興趣我同大家分享啦。最後我要離身我同洋洋巴士係冇關係㗎，我完全冇收佢嘅利益，任何嘅嘢㗎。不過我真係即係價錢、服務、速度各方面比較，我先至開名去介紹㗎。咁我同呢間公司係完全冇關係㗎請大家唔好以為我同佢賣緊廣告。OK， 好多謝各位收睇本集，下次再繼續分享一啲嘅資訊俾大家。